约翰一书第5章，信耶稣是基督的人，拢是上帝的子。听父母嘛袂听因所生的子。咱若听上帝，佮遵守伊的诫命，安尼就知咱有得听上帝的子。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就是听上帝。伊的诫命毋是恶遵守，因为上帝的子拢会当看赢世间。互咱看赢世间的，就是咱的信。看赢世间的是甚物人？也毋是信耶稣是上帝囝迄个人。这位耶稣基督就是通过水甲血来的，毋是只有通过水，是通过水甲血。圣神做见证，因为圣神是真理。有三个做见证，就是圣神、水甲血。这三个见证拢一致。人的见证，咱就接受；上帝的见证更较有效。这个是上帝为着伊的囝所做的见证。信上帝的囝的，伫伊心内有这个见证；唔信上帝的，就是看上帝做白贼，因为伊唔信上帝为着伊的囝所做的见证。这个见证就是，上帝已经有赐咱永远的活命。这个活命是对伊的囝来的。人有上帝的囝就有活命，无上帝的囝就无活命。我写这个是要互恁信上帝的囝的人知，恁有永远的活命。咱伫上帝面前勇敢无惊，因为咱若照伊的旨意祈求，伊会甲咱听。既然在伊会听咱的祈求，就在咱对伊所求的已经有得到。若有人看到兄弟还是姊妹犯着未抵到死的罪，就祈求上帝，上帝会赐伊活命。我是指遐个犯着未抵到死的罪的人在讲，嘛有未抵到死的罪。我讲着祈求，并毋是指这个。一切不义的行为拢是罪，毋过嘛有未抵到死的罪。咱知上帝的子袂继续犯罪，因为上帝的囝在甲因保守，邪恶者望因袂着。咱知咱是属上帝，毋过全世界受邪恶者管辖。咱嘛知上帝的囝已经来临，佮互咱有晓悟的心，通认捌迄位真神上帝。咱甲真神上帝结连，因为咱甲伊的囝耶稣基督结连。这位就是真神上帝，是永远的活命。细囝，恁着闪开五常。